每一天，无事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30日，以弗所书2章13安尼讲：因为恁是伊所做成的，受创造伫基督耶稣来行好事。就是上帝大心备办的，要互咱行伊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受创造伫基督耶稣来行好事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至高荣耀、圣洁、通行位的全能上帝，你是至善怜悯、慈悲疼痛的慈爱天父。主啊，我用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。要来高举甲称颂你的名，因为你是创造万有的主，是掌管历史、活命甲未来的上帝。愿一切荣光拢归伫你的名，主啊！愿满心懊恼，甲感恩你，因为阮的性命毋是偶然，也毋是无目的来存在，乃是出自你无比的疼所创造甲竞选。主啊！求你，互阮通为你来活，因为阮是你所做成的，受创造伫基督耶稣来行好事，就是你大心备办的，要互阮来行伊。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